又有公司因為請外勞違規，配額即時被撤銷，仲要2年唔准申請。僱主記住3件事，先唔會中招。1. 本地招聘要見齊所有合資格嘅應徵者，唔可以無理拒絕面試。2. 所有面試記錄唔錄用嘅原因一定要白紙黑字留底。3. 向勞工處提交嘅資料必須同記錄一致，絕對唔可以作假。一個唔小心，隨時成個申請報銷，仲影響未來2年。如果你覺得麻煩或者唔熟流程，其實可以交俾專業外勞中介，由招聘到申請幫你搞掂晒，合規又安心。好多僱主都會問，如果喺本地招聘期間成功請到本地員工，會唔會影響外勞申請？唔會影響。例如你申請10個，請到2個本地人，本地招聘結束後仲可以申請剩低8個。仲有，如果喺本地招聘期間成功請到本地員工，我哋會唔會收取任何服務費？亦唔會。CY 免費為僱主填寫申請，申請無論成功或失敗，我哋都唔會收僱主1分錢。唔好等到配額被撤，而家私信我哋 CY 合規，3分鐘搞掂免費評估。